好，大家好。大家早。我哋今天咧就係嚟到讀呢個詩篇第35篇，我們今天來讀詩篇的第35篇，係大衛嘅詩篇。是大衛的詩篇。呢個係講到呢個苦難啦。是講到苦難。呢個面對點樣苦難？怎麼樣去面對苦難？都或者我哋先想一想一個問題先啦。我先來思想一下這個問題。如果我哋面對呢個苦難呢個受攻擊嘅時候，就是我們在面對苦難受攻擊的時候，其實我哋自己會點樣做咧？其實我們會怎麼樣做呢？我哋可以想一想呢個問題。我們可以來想想這個問題。我就想咧就係通常有兩個反應。我就在想，通常會有兩個反應。有人攻擊呢個嘅呢個要呢個要陷害我哋嘅啦。就是那些來攻擊陷害我們的時候咧，逼迫我們的時候呢？一係咧，第一咧就係壓抑。第一個呢就是壓抑。算啦，都係咁噶啦。就是說算了，就是這樣子的了。都冇乜辦法噶啦，係咪？都沒什麼辦法的了。咁但係通常應該咧就係另外一個嘅反面啦。另外一個反面呢？我咧就要呢個反擊啦。另外一個我就是要反擊呢。我要反彈。我就要反彈呢。我要報復。我就是要報復。係咪啊？是不是？通常都係呢個兩個極端。通常是這兩個的極端。咁但係我哋今日睇詩篇35篇嘅時候咧，但是我們今天看詩篇35篇嘅時候呢？我哋就係睇下大衛呢個佢點樣嘅回應。我們就看一下大衛是怎麼樣回應嘅。咁35篇咧就係講到呢個大衛係遭受到呢個無辜嘅呢個嘅陷害。35篇就是講到大衛呢遭受無辜的陷害。逼迫啦。逼迫。佢就係呼求神。他就是呼求神。係為佢伸冤。就是為他伸冤。呢一篇咧係一篇嘅呢個求告詩或者呢個係哀歌啦。這是一個求告詩，可以說是一個哀歌。喺當中咧，我哋睇到大衛係祈求神咧係為佢嚟到係爭戰。我們看到大衛呢祈求神呢為他來征戰。為佢嚟到主持呢個公義審判。為他來指守公義。求神咧係保護佢呢個阻擋敵人嘅攻擊。求神保護他來阻擋仇敵的攻擊。佢唔係以牙還牙。他不是以牙還牙，而係佢係轉向神。而是他轉向神。呢首詩篇咧係唔確定係咩時間你寫嘅。這篇詩篇呢不確定是什麼時候寫的。咁但係從詩中嘅內容咧，我哋可以睇出。但是從詩的內容可以看得出。大衛佢曾經所經歷嘅呢個嘅困難。所以他所經歷的這些的困難。亦都睇到係當時佢點樣佢處理個態度。也可以看到他當時是怎麼樣處理的一個態度。佢曾經咧係俾掃羅不斷咁追殺。因為他曾經被掃羅不斷的這樣子的追殺。有人咧係無辜嚟到係謀害佢。有人無辜的來謀害他。又有人咧係出賣過佢。也有人出賣過他。甚至佢嘅親生子咧都背叛佢。甚至他的親生兒子都背叛他。落難時候咧係有人辱罵佢。落難的時候有人辱罵他。嗤笑佢。嗤笑他。呢啲嘅場景咧。這些的場景好似都喺呢個詩篇裏邊中出現過。好像都在詩篇的場景當中都有出現過。咁我哋讀呢個時候咧。所以我們在讀的時候呢，但願我哋都能夠喺呢個詩篇裏邊得着一啲嘅啟發。但願我們可以在詩篇裏面得到一些的啟發。其實我都啱算，我就又回想起咧，我哋剛讀完呢個傳道書。我就想到我們剛讀完傳道書。呢度講到咧，係日光之下人生嘅苦難都係虛空嘅。他說日光之下的苦難呢，都是虛空的，冇意義嘅。沒什麼意義的。指出人受欺壓時候咧，最悲哀咧就係冇人安慰啊嘛。人受欺壓的時候呢，最悲哀的就是沒有人來安慰。喺呢個喺嫉妒而生活嘅。在基督裏邊生活的。勞勞碌碌嘅，孤孤單單嘅。是勞勞碌碌、孤孤單單的。為咗一啲嘅權力呢個名聲嚟到係呢個嘅係鬥爭嘅。為了一些權力名利呢，這樣子來鬥爭的。其實都係枉然。其實都是枉然的。人生嘅虛空咧，就係呢個係最苦難咧。人生的虛空呢，就是苦難。
呢個勞碌咧，最終都帶唔到我哋永恆嘅滿足。勞碌呢都帶不了給我們永恆的滿足。咁傳道書所以話最重要咧。所以傳道書說最重要的是，我哋都係要敬畏神，謹守佢嘅誡命。我們都要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當人所當嘅盡嘅本分。盡人所當的本分。因為一切隱藏嘅事咧。因為一切隱藏的事呢，無論係善係惡。無論是還是惡。神都必審問。神都必審問。咁所以呢個傳道書咧就都同呢個嘅詩篇都有啲同異曲同工之處嘅。所以呢，在傳道書都有這樣一同的一個情況。我哋今天嘅主題咧就係從困苦中呼求到得勝嘅宣告。我們的題目是從困苦中呼求得到得勝的宣告。第一個大段咧。第一大段就係誠實嘅呼求。誠實的呼求。一到係10節。1到10節。第一節裏邊話咧係耶和華啊，與我相爭的，求你與他們相爭。第一節就說耶和華與我相爭的，求你與他們相爭。與我相戰的，求你與他們相戰。與我相戰的，求你與他們相戰。咁呢度咧呢個相爭啊，都係講到咧起訴啊、訴訟嘅意思。相爭呢是講到起訴啊、相爭的意思。呢個詩人咧喺呢個仇敵面前。詩人在仇敵的面前。佢相信呢係佢嘅爭戰。他相信他的征戰。就係神嘅爭戰。就是神的征戰。與佢爭戰嘅人呢？與他征戰的人呢？就係與神為敵啦。就是與神為敵。所以佢相信神係會介入嘅，當佢呼求嘅時候。所以他就相信，當他呼求的時候，神會介入的。佢首先佢相信神係為佢爭戰嘅神。首先呢，他相信神是為他征戰的神。第二節裏邊亦都講到嘅，拿着大小嘅求神咧，求拿着大小嘅盾牌咧起嚟幫助佢。第二節裏邊說到，拿着大小的盾牌的起來幫助我。第3節啦，求你對我的靈魂說，我是拯救你的。第3節說，求你對我的靈魂說，我是拯救你的。喺呢個詩人嘅心裏邊。在詩人的心裏邊呢？神係一個大能嘅爭戰勇士。神是一個大能的征戰勇士。而且咧，佢係一個安慰人嘅神。而且呢，他是一個安慰人的神。所以佢喺第3節裏邊啊，求你對我的靈魂說，我是拯救你的。所以在第3節就說，求你對我的靈魂說，我是拯救你的。呢個係神係對依靠佢嘅人。神，這是神對依靠他的人。咁講，佢話我是你的拯救。神說我是你的拯救。所以大衛可以放心咁第4至到第8節裏邊咧。所以大衛呢可以放心，在第4和第8節的裏邊呢，就好誠誠實實咁樣陳述佢自己嘅苦況。很誠實的來訴說他的苦情。咁呢度咧係到4至到第8節咧。第4到第8節呢，係有5個願啊。有5個願啊。願乜乜願乜乜咁樣嚟到係求神，嚟到係為佢嚟到係成就。在這邊一直用願求神來成就。呢個係講到好多嘅願。在裏面講到很多的願。呢個就係4節。願你尋索我命，願那尋索我命嘅係蒙羞辱。第4節說，願那尋索我命的蒙羞辱。願那謀害我的退後羞愧。願那謀害我的退後羞愧。又願他們像風前的糠，有耶和華的使者趕逐他們。願他們像風前的糠，有耶和華的使者趕逐他們。願他們的道路又滑又暗。第6，願他們的道路又暗又滑。第8節啦，願災禍忽然臨到他身上，願他的暗設嘅網纏住自己。第8，願災禍忽然臨到他身上，願他暗設的網羅網住自己。呢個係願他落在其中遭災禍。願他落在其中遭災禍。佢都係將呢啲嘅事情。他都是將這些的事情呢，完全咁帶到神面前。他是完全帶到神的面前。
當佢呢個咁多嘅怨嘅時候，當他那麼多怨的時候呢，咁我都想起啦，我哋即係早幾日睇醫生，我們就想到幾天前呢看醫生，好耐都唔會見一見醫生嘅，因為很久沒有看醫生，一見醫生嘅時候，一見醫生的時候呢，哇！原來自己都有好多嘅怨喎，啫。好，原來自己有很多怨的，需要醫生來幫忙的。又醫生開藥啦，又要醫生呢度寫紙去驗乜物啦。需要醫生開紙條去買藥啊，需要醫生去寫紙條讓我去驗什麼。呢個我哋要差唔多，即係依家要揸車嘅時候都要醫生咧就寫張紙證明咧你可以喺路上面揸車嘅。甚至呢，要讓醫生要寫紙條，你是路上是可以開車的。咁所以我哋咧去都係呢個好多嘅要求。在這裏邊有很多的要求。因為我哋係信任。因為我們是信任。我哋都信任呢個醫生。我也信任醫生。咁更加我哋要信任我哋嘅神。那更加的我要信任我的神。唔好意思，你就係誠實咁同神嚟到講你所需要嘅。只要誠實跟神講你的需要。唔好壓抑喺自己嘅心裏邊。不要壓抑在自己的心裏邊。呢個係成為自己嗰個嘅心中嗰個嘅呢個嘅不安。不要成為在心理當中的不安。所以亦都係求神咧，亦都係同對我哋講咧，我對我靈魂講我是你拯救你的。這對神說，我的靈魂，你是拯救我的靈魂的。咁當我哋係有需要有困難嘅時候，所以當我們有需要有困難的時候，我哋唔係自己係呢個係解決，不是自己去解決，唔係去報復，不是自己去報復。大衛教導我哋係要誠誠實實咁嚟到係交託俾神。大衛告訴我們要誠誠實實的交託給神。當我哋係交託嘅時候，當我們交託的時候，我哋就唔會讓仇敵繼續嚟到係喺我哋嘅呢個嘅思想嘅裏邊。所以我們當交託嘅時候就不會讓仇敵繼續在我們的思想裏邊。當我哋交託嘅時候，當我們交託的時候，我哋就發覺到原來我哋真係無助嘅。當我們發覺呢，這樣我們真的是無助的。當我哋係咁做嘅時候，當我們這樣子做的時候呢，其實我哋就係心中係有神嘅平安。其實就是我們心中有神的平安。所以去到第9節嘅時候，所以去到第9節的時候呢，呢個詩人就話：我的心必靠耶和華快樂，靠他的救恩高興。他第9節就說：我的心必靠耶和華快樂，靠他的救恩高興。呢個係好似好奇怪咁，好像很奇怪一樣，係咪啊？你交託咗咯，你交託了，就有呢個快樂喺你嘅心裏邊。你就會有這個快樂。其實係因為你有平安。其實是因為你有平安。其實呢啲係喺人嚟講，其實就是說，在對人來說，有陣時都或者你未信耶穌嘅時候，或者呢，就是你還沒有信耶穌嘅時候呢，都唔係好正常嘅，都不是很正常的，係咪？你交託咗個事情有冇解決啊？就是你交託了事情有沒有解決呢？可能都未解決噶嘛，可能也還沒有解決的。但係其實你嘅心已經可以靠神嚟到高興快樂。如果你來求神的時候呢，你的心會高興快樂。咁其實呢個咧係我哋嘅愛同埋信任。這是我們的愛與信任。對神嗰個嘅愛同埋信任。對神的那個愛與信任，可以激起我哋心中有平安同埋喜樂。可以激起我們對神的平安和喜樂。因為我哋係咁做嘅時候，我哋就有信心。因為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呢，就會有信心。知道神係最終嘅審判。知道神是最終的審判。其實喺我哋嘅生活裏邊，其實在我們的生活裏邊，我哋都必然遇到好多嘅事情。我們必然會遇見很多的事情。呢個返學咧都係有呢個嘅欺凌啊咁咧。上學的時候都會有人來霸凌的。係啦，喺職場裏邊，我哋會有爭鬥。在職場裏邊也會有爭鬥。人際之間都好多嘅衝突同埋矛盾。人際之間有很多的衝突和矛盾。
其實呢啲我哋都係要面對。其實這些我們都是要面對的。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唔能夠自己解決。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自己都不能夠解決。我哋只能夠做嘅就係交託俾神。我們能做的就是交託給神。然後我哋就係要係向神嚟到係感恩讚美。我們就要向神來感恩讚美。因為我哋要靠他的救恩高興。我們能夠靠他的救恩來高興。我哋嚟到第二嘅段。我們來到第二大段，就苦毒嘅轉移。苦毒的轉移。第11至到第18節。11到18節。其實呢個嘅苦毒，其實這些的苦毒，就係講到我哋內心嗰個嘅呢個嘅感覺。就是講到我們內心的感覺。喺第11節。第11節。兇惡嘅見證人起來盤問我所不知道的事。說兇惡的見證人起來盤問我所不知道的事。他們又向我以惡報善，使我的靈魂孤苦。他們又向我以惡報善，使我的靈魂孤苦。呢度講到咧係詩人好似喺個法庭裏邊。這裏面講到詩人好像是在法庭裏。有人係做呢個嘅假見證。做這些的假見證。嚟到係誣害佢。來誣害他。其實大衛都係有呢啲嘅經歷。大衛都有這些的經歷。咁呢啲嘅人呢？這些的人呢？竟然係佢以前呢係對佢好好嘅人。這些都是以前他對他們很好的。當佢回想嘅時候。所以當他在回想的時候呢？佢話當呢啲人有病嘅時候。他說當這些人有病的時候，我都係禁食刻苦自己嚟為佢哋的祈求。他都說我是禁食刻苦己心的來為他們祈求。有啲人呢，就係佢以前嘅朋友。因為有一些呢是他以前的朋友。亦都係為佢哋係做咗好多嘅幫助，俾咗好多幫助佢哋。而且呢有做了很多的幫助給他們。甚至咧係為佢哋呢個嘅母親嚟到哀痛。甚至為他的母親來哀痛。咁嚟到係關心佢哋。這樣子的來關心他們。詩人起嚟咧就係為自己嚟到係呢個嘅辯白。詩人呢就是這樣子的為自己來辯白。係佢喺嚟到係佢行善。他自己行善。但係帶嚟嘅係呢個係惡報嘅。但是他帶來的卻是惡報。咁其實嘅心裏邊真係好難受嘅。其實這個心裏邊真的是很難受的。如果俾你有冇咁嘅苦毒啊？如果是給你的話，你會不會有這些苦毒呢？真係會好多嘅心中嘅不滿或者同埋苦毒不停。一定會有很多心中的不滿和苦毒。更加另外有一批人咧喺患難，佢呢個詩人患難之中咧，佢哋更加咧係聚集一齊嚟到係攻擊佢。更加的這一批人呢，在患難當中起來攻擊他。甚至食飯嘅時候咧，都係咁嚟到嬉笑佢。甚至吃飯的時候都這樣子來嬉笑他。係呢個佢係另外一批嘅下流人。是另外的一批的下落人。攻擊佢，嘲笑佢。攻擊他，嘲笑他。呢啲咁嘅場面咧，真係喺腦海裏邊咧，就係真係會係揮之不去嘅。這些的情況呢，一直在腦海裏邊揮之不去。佢哋嘅呢個嘅説話，呢個嘅面容咧，其實真係都好難忘記。這些人的話語呢，面容呢，真的是很難忘記。呢啲咁嘅情緒嘅攻擊咧，其實就係比呢個實質嘅呢個嘅呢個嘅傷害咧更加大。這個情緒的攻擊呢，真的是更加的大，更加嚟到長久嘅，更加的長久。所以我哋要好似詩人一樣。所以我們要像詩人一樣。真係去向神嚟到係申訴。是向神來申訴。唔好將呢啲係埋藏喺我哋裏邊。不要將這些埋藏在自己的裏邊。以為就係已經係忘記咗。以為就是忘記了。所以詩人更加同神講。所以詩人呢更加的跟神說：主啊，你看着不理到幾時咧？說主啊，你看着是要到幾時呢？係求你呢個使我嘅靈魂脫離佢哋嘅殘害。求你讓我能夠脫離這樣的殘害。好似脫離呢個少壯嘅獅子一樣。好像脫離這個少壯獅子一樣。大衛係教導我哋點樣係呢個脫離呢個苦毒。
大衛呢，教導我們怎麼樣脫離這些的苦點樣毒，學習嚟到處理，怎麼樣學習處理，就係將呢啲嘅咒詛都要全部咁嚟要交託俾神。就是將這些的咒詛呢，全部呢交託給神，將我哋嘅心中嘅苦毒，將我們心中的苦毒，化為咧對神呢個公義嘅呼求。化為給神的公義的呼求。唔需要再將呢個嘅仇敵都係擺喺我哋心裏邊。不用再將這些的仇敵擺在我們的心裏邊。以至咧，佢到第19節，以至於到第19節。佢呢個係18節。這是第18節。佢話我在大會中要稱謝你，在萬民中要讚美你。所以他說他在大會中要稱謝你，在眾民中要讚美你。呢個咧係詩人第2次發出嘅讚美。這是詩人第2次發出的讚美。第9節裏邊嘅我心裏邊快樂歡喜啫。第9節說我心裏快樂。佢係佢自己嘅心裏邊。他說他的心裏邊。呢次咧佢又唔係啦，佢唔單止係心裏邊。他這次呢不單止說心裏邊。佢呢啲嘅讚美同埋呢個嘅歡樂，佢要喺會中同埋民中嚟到係公開嚟到見證神。他的讚美和歡樂呢，要在民中來讚美他。佢喺呢個嘅時候，所以在這裡的時候，佢嘅靈性咧同埋跟神嘅連結，他的靈性和跟神的連接，我哋睇到係更進一步嘅提升。我們看見是更進一步的提升。所以我哋都係面對呢個苦毒。所以我們都面對這些的苦毒。我哋係唔係好淨係埋怨？我們不是只是埋怨。我哋相反要從呢個苦毒將呢啲苦毒轉移到神嘅屬性裏邊。反倒我們要將這些的苦毒呢轉向神。因為佢係我哋隨時嘅幫助。因為它是我們隨時的幫助。係我哋嘅山寨高台。而且是我們的山寨高台。佢係我哋係可以信任嘅。它是我們可以信任的。嚟到第3段。來到第3段。得勝嘅預告。得勝的預告。第19節到28節。19到28節。呢個19節，求你不容納無理與我為敵的向我誇耀，不容納無故恨我的向我擠眼。求你不容納無理以我為仇的向我誇耀，不容納無故恨我的向我擠眼。呢個詩人呢繼續向神嚟到係呼求。詩人繼續的向神來呼求。因為呢啲人呢係向佢呢個嘅説呢個係呢個即係不平安嘅話啦。因為他們向他能說那些不平安的話。詭詐嘅言語嚟到係呢個傷害佢。詭詐的言語呢來傷害他。所以佢話求神嚟到係喺呢度嚟到係幫助佢。所以他就跟神說求神來幫助他。呢個佢21節。21節。佢哋大大張口攻擊我，説：啊哈啊哈，我們的眼睛已經看見了。他們就大大張口攻擊我說：啊哈啊哈，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了。佢就話呢啲人呢係見到佢呢個受苦嘅時候。他說看到這些人，當這些人看見他受苦的時候，向佢嚟到係冷笑嘲諷。來向他冷笑嘲諷。呢啲嘅幸災樂禍嘅呢個嘅眼光。這些幸災樂禍的眼睛呢？佢就我們已經看見大衛你幾慘咧咁樣。說到他們說我們看見大衛有多麼的慘啊！但係喺呢個下一節22節裏邊。但下一節21節裏邊。佢話耶和華啊，你已經看見了，求你不要閉口。主啊，求你不要遠離我。22節說耶和華你已經看見了，求你不要閉口。大衛仍然係冇係點樣嚟到係還擊嘅。大衛依然還沒有怎麼樣去還擊的。佢係繼續呢係將眼光轉向佢嘅神。他的眼光依然轉向神。佢求神係唔好遠離。他求神不要遠離。佢又知道明白神係其實已經睇到。他又明白神已經看見了。睇到一切嘅。看到了一切的。一切嘅不公不義嘅。一切的不公不義。所以係呢一段裏邊咧係大衛係講咗3次。
所以呢個耶和華啊，我的主啊，我的神啊。所以他這邊說到，有3次說我的神啊，我的主啊。呢個係又更加知道係神已經係看見。他更加知道神已經看見。佢係相信他相信人看見嘅人看見的唔重要嘅，不重要的，最緊要係神已經睇到。最重要的是神已經看見了。呢個係一個信心嘅認定。這是一個信心的認定。其實我哋都係要平時都係會知道係神喺我哋當中嚟到係監察。這個要知道平時神已經在檢查。神係一切都係看見。神一切都在看見。我哋要有信心。我們是要有信心。以至我哋喺有需要嘅時候，當我們有需要的時候，神仍然係睇住嘅。神依然是在看着的。所以平時我哋點樣與神嚟到相處？我們怎麼樣與神來相處呢？其實就幫助我哋喺有困難嘅時候，其實就是幫助我們在有困難的時候，更加堅定我哋嘅信心，更加堅定的信心。神呢係唔係遠離我哋？神呢是不遠離我。佢嘅眼目仍然係看顧保守。他的眼目依然看顧保守。係去到呢個係呢個呢一段嘅後27啊。到了27。27節。27節。大衛再一次嚟到係呢個發出呢個歡呼快樂。大衛再一次發出歡呼快樂。這一次嘅呢個嘅歡呼。這一次的歡呼。我哋睇到係更加係呢個嘅提升咗。更加的提升了。原來咧係即係睇到佢嘅冤係得雪嘅時候。看到他的冤呢得生焉的時候呢？呢啲嘅人呢？這些人呢？都同佢一齊嚟到係歡喜快樂。這些人都與他一同來歡呼快樂。尊耶和華為大。尊耶和華為大。耶和華喜悅他僕人的平安。耶和華喜悅他僕人的平安。呢個係呢個極大嘅呢個嘅讚美。這是極大的讚美。係當呢個而且咧佢係知道。而且他知道。神係喜悅佢自己嘅僕人。神是喜悅他自己的僕人。以至咧喺危機嘅時候。以致呢，他在危機的時候呢，都可以係成為呢個轉機，都可以成為轉機。發出呢個嘅係讚美。發出這樣的讚美。所以係今日咧，我哋係睇到有一個3個重要嘅功課。所以今天我們看見3個重要的功課。第一咧，第一呢，係我哋受咗呢個冤屈嘅時候。當我們受了冤屈的時候，我哋要將呢個嘅主權交俾神。我們要將這樣的主權呢交給神。唔係我哋自己嚟到係動手。不是我們自己來動手。呢個係要將我哋嘅審判嘅主權係交翻俾神。我們將審判的主權呢交回給神。讓神係為我哋嚟到主持呢個嘅公義。讓神來為我們主持公義。第二咧？第二呢？第二咧，我哋要求神咧係都對我哋嘅靈魂嚟到説話。我們要求神對我們的靈魂來說話。神話我是拯救你的。如果神說我是拯救你的。呢個係神係對我哋呢個係一個嘅肯定嘅有個平安。這是神給我們的肯定的平安。在佢嘅裏邊。在他的裏邊。我哋係唔需要再呢個嘅覺得孤單。不需要覺得自己孤單。神係仍然係圍繞住我哋。神呢依然圍繞着我們。我哋要相信佢嘅應許。我們要相信他的應許。第三係呢個嘅讚美嗰個嘅醫治。這個讚美和醫治。讚美唔係因為我哋高興。讚美呢不是因為我們高興。我哋情緒好好。情緒很好。其實呢個係一個意志嘅選擇。這是一個意志的選擇。係呢個雖然而係咧，我哋係要係因為神嘅愛。說因為神的愛。
我哋將焦點咧唔係喺環境同埋呢個敵人點樣嚟到係強大。不用將敵人的這個怎麼樣的強大。我哋要轉向神嗰個嘅公義嘅屬性。我們而是轉向神的公義的屬性。佢嘅憐憫同埋慈愛。看到神的憐憫和慈愛。所以呢個係一個信心嘅讚美。這是一個信心的讚美。或者我哋真係都喺生活裏邊都會遇到呢啲好多嘅情況。或者在我們的生活當中都會遇到不同的情況。人係會誤解或者係對待我哋不公嘅。人會誤解，還有對待我們不公的。咁詩篇35篇咧係一個好好嘅呢個嘅示範俾我哋。詩篇35篇是一個很好的示範給我們。27至到28節。在27、28節。呢個詩人咧係一個喺呢個信心高峰裏邊係一個宣告。詩人在信心高峰裏邊的一個宣告。縱然咧神嘅應許咧仲未成就。雖然神的應許還沒有成就。但係詩人已經用信心咧係發出咗3波嘅讚美。但是呢，詩人呢發出3波的讚美。佢到最後嘅時候，佢話我要終日論説讚美神的公義。最後呢，他要說他終日要論說神的公義，時常讚美你，時常的讚美你。所以呢個係呢個就係詩人點樣靠神為佢爭戰。這就是詩人呢，怎麼樣靠神來征戰。而到係發出嘅信心嘅禱告。發出的信心的禱告。係一個宣告。這是一個宣告。係佢嘅宣告佢嘅信心嘅得勝。是宣告他信心的得勝。唔單止係佢嘅問題解決。不單止聽到他問題的解決。而係佢嘅信心嚟到更加嚟到嘅得着堅固。他的信心更加得着堅固。都求神咧俾我哋同樣嘅信心。同樣的信心。好讓我哋咧喺危難嘅時候。在危難嘅時候呢？都係識得交託神。懂得交託神。亦都係有神嘅眼光嚟到係看事情。用神的眼光來看事情。相信神對我哋嘅愛。相信神對我們的愛。能夠超越一切嘅困難。能夠超越一切的困難。我哋今天嘅分享到呢度。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我哋一同嚟敬拜你嘅神。我們一起來敬拜我們的神。主啊，我哋感謝你，我哋讚美你。主啊，你咧真係咧，我哋大小嘅盾牌，你係我哋嘅力量，你係我哋嘅山寨，你係我哋嘅磐石。